讲到台湾文学的发展，对清朝尾日本时代到二战时期到呾，累积真侪文学作品，所留落来手稿毋若珍贵，也真歹保存，是要安怎收藏研究典史呢？咱来看记者所做的专题报道。 清代台湾唯一一对白镜证书是庆丰诗词记录珍贵手稿，也有台湾作家杨贵的作品登得竞争的手稿。这两件分别是收藏家和家属关键和国立台湾文学馆的文物，拢有恒温、湿度、电光的控制，尽量莫互纸张受到破坏。咱典藏了，就是爱头放的一个库房内面，库房呢是恒温、恒湿，那全部的纸品呢，拢会当用无酸纸的来隔开吼，互伊讲袂当佮老化落去。典藏的背后需要真悬的成本，包括修复的专业人力、硬体设备等等。台湾文学馆馆长苏世斌表示，台文馆的收藏以手稿、独特的稿本、规套的杂志优先。 但是收集收藏大部分拢是民间捐赠，如何确认捐赠来源的正当性？文书工作者郑延伟嘛来提出伊的看法。你的馆的管理，你馆藏怎么进来，合法吗？来源正当吗？啊，比如人家捡到的东西、偷来的东西你也收啊，所以我说的盘点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你是不是家属方面有没有照顾到？东西来源是不是正当？ 正当，你的保存是不是让人家放心啊？起码这3个要做到。面对典藏来源可能发生的争议，国立台湾文学馆表示，事先事后拢会做好审查。阮内面会判断讲，那一旦讲会当，互阮来收藏，阮一定拢会把这管理拢列甲真清楚。啊，然后会当讲要求到讲，大家拢是讲无做假啦。啊，那事后发现讲有问题，阮会个回到迄个原来这个程序吼，希望讲会当补足。啊，若无阮可能来退回。这前辈作家留落来珍贵文物，得到妥善的收藏了后，要如何推广是后一步的重要工课。 即阵台湾各地头计共有33间文学馆，无论是地方政府、学校，也是民间团体，拢真热心咧收藏台湾文学的文物。苏世斌馆长也表示，台文馆当咧思考未来的资源整合加数位典藏，希望用更较全面的方向来推动台湾文学。记者杨淑清、张若水综合报道。